加。米来自于丰足的绿感，天然爱向下旅行，拔开木竹，打开耳孔，用屁股散麻身体留心，自由感受米嘅颜事物。来个旅行呢，来到竹田了的所在，其实人头摆就有来过咧，差不多1-2年前。嗰陣時知道講，竹田有東多嘅路幕，當想看但係冇買時間做咧，天天嚟行看啊。嗰時禮拜呢，就想好好嚟看一下竹田兩天嘅路幕。10公年前就有去過咧，不過10公年前去嘅時間，佢行喺 Q 嘅精密所。10公年以後，再過去兩間精密所，發現佢竟然變成咖啡店，演唔出來嗰種感覺。但係行入去嘅時間，看到 Q 時嘅壁留下來咧，看到Q 時嘅鋼骨的結構都保留下來了。Hello， 你好。你好。你今日開幾久嘅啊？差唔多會3年咧。會3年，因為東久以前有來過竹田，但係嗰陣時係冇2間店咧。哦，係哦，咁歡迎來，帶你去參觀，樓樓啊。早啲都嚟去樓樓。好啊，好啊，好啊。你係一件東路嘅木係嘛？係啊，然後入邊翻我哋都會想講，因為以前咧農屋嘛，然後想講我留頓我哋那個鐵的鋼架，所以入邊我用一啲玻璃屋，然後可以看得到我哋以前咧 Q 嘅時間架構。嗰時你還有 Q 嘅建築體有留電，也有新的一些結構進來。係啊係啊，因為有東屋嘅喺竹田算係比較歷史的資產，對，所以就想要把它完全的保留下來。所以要四條樹誒，四條樹誒係台灣欒樹，係老闆特定指定的這4棵欒樹，因為它一年四季的變化都很不一樣，所以就覺得這4棵很適合在這個庭院裡面種植。看到兩個現在有一點點那種秋天轉黃的葉子，跟這個牆面好搭哦。係有個牆面嘛，係以前 Q 時咧留下來嘅，然後像當後有個木造啊嘅都係我哋特地保留下來的。像我坐啲木度嘅時節，就做得看到欒樹嘅樣誒，搭啲壁紅，60年、70年嘅壁，嘅樣會停定風，會停定光線時間，佢會啲冇同樣嘅地方，佢會行通，佢會停通。就當像係因為把佢打開來嘅，用到玻璃安尼做得視線穿過去的一種材質。用出動到嘅空間，這種用出空間就有一種開闊的一種美嘅感受。是伊倆係門喎，係也係以前的門，然後也片以前係會不會有一啲倉庫，然後想講也片要做一啲開放咧，就是客人坐的地方，所以就想要推隔起來。以前也片可以新建的時節，但係挖到新有特色的石頭。然後想講，你冇推弄下，然後推做一啲裝置藝術，然後推安尼夾起來。嗰時你當門就基本上就變一個裝置藝術，沒有再使用了。係冇可以用嘅。係我看到了頭燈嗰兩片，本來單槍玻璃安尼簡單嘛，木檔。但係兩下面那一塊一塊嘅係乜解啊？
佮迄外顶去烘豆子嘛，然后有个麻布袋，因为外顶遐片拢迄玻璃有太一条太辣嘞。填个时间。嘿啊，然后上讲你摸腿弄嘿，然后当做就是腿盖起来、卷起来，然后中间如有一些缝隙外顶嘛，迄上讲一年四季的，给太阳啊照射啊，那底部的光影就都很有特色。会有编发。嘿啊嘿啊。其實我同其他禮拜出來做的看到屏東嘅貨房，我也想去看屏東嘅貨房會留人哋特酷嘅貨房有乜嘢無強樣嘅地方。講到愛看老貨啊，屏東有千多嘅客家嘅傳統嘅貨房，但係呢，寮貨嘅貨房係真有代表性嘅，故所請上去看一下。陳總睇過係冇？你好。歡迎。唔係。我係 Misa。哦，Misa。今日來呢片594呢片行嘅。哦，歡迎。來到呢片，因為我哋劉氏宗祠嘅祖堂。祖堂。嘿，一地波呢個祖堂，一都係供奉伊哋劉氏嘅歷代嘅祖先。哦，一地波呢也幾多好嘅一啲歷史第一片，你看好冇？看大個好。天丁燈，甜燈，因為客家人講嘅耕田需要洗來嘅，佢所以幾邊去土幾來土地，伊攞夾兩掛喺竹筒當，佢攞按到甜燈，因為地波祖先嘅竹筒入邊啊，幾多好介紹，啊你不如坐下來，慢慢來，好。有看到嘅牌冇？有，村長有看過吼。有似曾相識。喺那邊。大家喺啲路過幾多門有看到。哦，做，嗰啲我哋祖先客家祖先嘅祖訓啊。一等人忠誠好志，兩天師讀書耕田。你講一等人你要做忠誠好事，喺冇咧兩天師去，冇得讀書你要耕田，有安尼。哦，你我哋咧祖訓，甲接一下都也慢慢嚟看。好。係咧，佢講回指點，我哋等咯。好啊。對於台灣嗰邊一行入去調個貨房嘅時節啦，去到家嘅無堂，就會有一種天梯西風，人去到東岸，吃到非常的安穩舒適嘅一種感覺。就像家嘅祖先堂，嘅間啲一整個四合院東岸，那有一種就會，我會吃到講，好像這裡就是一個內在完整的一個宇宙四方，就啲東岸，有一種本人感覺穩定，不張揚，然後是很樸實的一種神法跟美好。呢種東西會給你一種非常耐看的感覺。家嘅金柱顯嘅間立面，你也看得到動作非常精細的雕刻。刻書嘅嗰種功夫，唔係講抓下用機器去刻的，做得刻出來嘅。因為機器佢
它下刀会非常的快，非常的锐利。特别用手工、用叉尾、用刀尾、用铁锤安尼，挺挺的打出来这种手感啊，我给你一种朴实可爱的感觉。出来旅行呢，真欢喜嘅一件事情，就会做得看到自家嘅老朋友。我认识阿斌差不多超过5、6年嘞，2、3年无拄到佢。有通讲，有通朋友讲，其他都係長蘿蔔。當上來去看佢一下。最近我就睇一個師傅來學長牡丹。當幾久嘅啊？好幾久差唔多嘅。2、3年嘞。啊，你下都做乜嘅？你係乜嘅？今下嘅不太行。粘着劑就做咧。差不多。算是。算是。我說等下你底部行幹乜嘅？等下像金源之後，我哋就會加拍塊。你就會補胎時，啊，你要用白用？唔少一絲絲嘅一下伊。一絲一絲呢？比下浸水。對，浸水。你係用剪刀剪呀？乜嘅剪比安尼油油嘅？之前用剪刀剪，還有用錘刀嘅鐵刀。刀。都比較油一些。哦，冇用機器打啦吼。見個嘛有機器打嘅。哦。我見做嘅人個時候嘅。我有用布袋戲嘅話，人哋行嘅塊出光咪跌開來。呀，下去愛落落嘅。都愛去煎一下。你煎就單槍煎水啦，吼，煎水就好。我係講蘿蔔油，以蘿蔔嘅米絲，蒸蘿蔔嘅時間，用日本嘅方式計蒸過，其實就可以保存下米絲。係，比如講計更貼皮嘅，你係看下你就感覺哎呀，嗰種怪怪樣嘅，你係計料理話，嘛感覺規個米絲都唔臭嘅。最好嘅蘿蔔其實跟蘿蔔計安尼蒸過，你可以計下日本嘅特色，就計延續下去啦。小心。好，沒問題。師傅，你這邊現在在做什麼？我們現在在剪瓦，就是把以前舊的石灰，我們會一併把它敲除掉。這東西都不是很牢靠，所以我們一定把它清除掉，再重新上新的石灰上去。師傅，你在這樣敲的時候，不會把好的瓦片也敲壞嗎？這要有技術啊，要有技術。對，就是這樣慢慢敲，把這個一定要把它清除掉。我們再上新的石灰上去哈，才會比較牢靠。師傅，我現在看到這邊，這裡是新的瓦片，對，這裡還是舊的。舊的，對。那也就是說，這邊已經換新了。對。然後一路從底下換上來。對。那我看到這個瓦片彎彎的啊，為什麼它是彎的？而且有好像底下還有一層。這一層叫河瓦嘛，河瓦就是護着雨水打下來，它在護着會倒水。倒水過來對，那過來就這一條叫做陰瓦，這叫陽瓦，這叫陰瓦。陰瓦就是護着排水的地方，它最容易出問題就是這一條排水溝。好，你體驗一下，就是把這個舊石灰把它清除掉，把它敲除掉。我要用哪一頭？這一頭就可以，用尖的那一頭。好，那你就用這個腳去敲它。師傅，這個是你們特別的工具嗎？怎麼特別短？對，因為這還有其他的功能，就是我們在塞那個瓦頭。我們間距那個距離比較短一點，我們比較好塞。用這樣子。對，就是塞上面那個瓦頭。所以我就是把這個舊的石灰把它敲掉。你敲這個角度，在上面這個角這個角度，這樣。哦，輕輕敲，它就會鬆開來了。這個位置。對，這個角度這樣。是。然後再把它剝掉。然後我們再用這個回吸啊。回吸。再把它剝掉。那剛剛我看阿斌在底下是做那個用麻絨，但是這些裡頭是沒有的。有，一樣都有。這些都有。只是我們可能要很細微去觀察，去剝開它才看得到吧。這塊瓦片破掉已經不能用了，這個可能就是要遞補那個，看他們還有沒有舊瓦。完整的。對，就是完整的瓦片，舊的瓦片我們可以繼續沿用它。直接把它拿來，直接把它丟掉就可以了。
说有没有什么诀窍？好比说，像这2块瓦片好像尺寸不一样。因为这是比较现代的，这一块俗称我们叫机械瓦。机械瓦。所以它这一块是比较小一点啊。可是小一点，可能是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是做那个行者，就是这个石灰固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抓一下它的间距，还是要多上一点石灰把它补平，稍微平一点。因为这瓦片通常你要找到全部都一样的大小实在有点难啦，还是要靠一点技巧把它修饰掉这样。那我们到时候接下来我们就放这一只问球，这只问球我们把这个间距把它整平。我们这个动作弄完，我们就是用这问球，我们要用在这边侧边，侧边我们要把它调整，把它整。天天师傅伫佛堂做事嘅时节啦，我就看到佢用一支长树嘅做嘅叉，嗰支叉很多问尺，嗰支叉去做嘛嘅用嘅呢？师傅讲哈，一片有弧度的亮片，一边贴那个铺设那个瓦片的时候，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弧度。还有一面变过来，本来就会平的，佢讲客家人嘅佛堂呢，你直接就会做平的，很直接，我们就是做平的。佢就本来想到一支叉有2种米盒，米盒係唔係就會講你搭上嘅新冠度就有一支安尼嘅叉，美感可能就會搭上嘅新冠度有自家嘅一支叉。那师傅，我看到这边的这个瓦片，它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叫琉璃瓦。琉璃瓦。我听业者他们叙述就是说，他们上次在赛洛嘛台风被台风吹走了，坏掉了。老的旧的这种。对，原本他们这边伸手这个五间的部分是这种瓦片，通常到正身一样也是这种瓦片啊。對材料呢方面來講啦，你師傅老嘅阿邊佢哋向下裝兩片嘅佛堂，佢哋用嘅係 Q14瓦嗰種，佢係素燒的紅瓦，故說它表面沒有光，佢也唔會反光，看到就會很樸素一種感覺。隔壁看到嘅佛堂用嘅係琉璃瓦，琉璃瓦佢底度也強用係。用奶燒出來嘅瓦，不過面當有鬆一層釉藥，故所以看起來會亮亮的這樣子。佢看起來它唔會 Q， 它看起來可能可以長保如新安尼。佢可能鋪設的時候也非常的快速。不過呢兩種瓦，視覺上、觸覺上都幫你冇強用嘅感覺。通常我們這瓦片它長相就是這樣嘛。它如果是壓着，它這護着排水，它這就像是微笑，微笑的意思，對，這個河瓦又轉過來了，它變成一個窟臉，又不一樣了。師傅，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是，這個叫石灰固定。石灰固定，就是我們瓦片已經都修繕完成了，那我們就是要把它固定了。固定就是剛剛我們敲打，那是舊石灰，這改天它還要變成舊石灰啊。所以看到嘅用螺絲瓦來裝佛堂，因為瓦呢個東西佢就係從大自然地度起做得用嘅奶，經過當道嘅工法順序來燒。可能800度、1000度，安尼一種溫度，天天的燒，本佢天天的冰涼。嗰時也做嘅時間係當長嘅，佢唔像做特別負擔嘅材料，可能準備當夾。不過呢，就係呢一種時間，天天的累積出來嘅東西，本佢有一種溫度，佢會透氣嘅東西啊，嗰種現代的按用嘅目的度，我睇到講老師也哈。群很親近，一種很親密的感覺。其實腳踏車呢，啲按到貨房順風出來出去嘅時節啦，看到我頭擺冇注意過嘅一項東西，就會揾啲門框嘅做嘅門簾。
张迪都讲哦，原来在南部还有师傅有按那个树叶做中文脸，唐凤就有一边那个师傅想要落去拜访佢。no，我做過，我做乜嘅呀？做門臉嘛，客家嘅做門臉嘛。用竹嘅做嘅門臉。係啊，而家就改少年學嘅，做門臉本來都改刀工，唔適合而家沙飛啊。變咗都冇人做嘅。因為我哋玩細時嘅嚇，算玩喺農業嘅沙飛，農業嘅沙飛青島三合院。青島三合院哈，也都會曬狗，沒民意鐵裝在那，他會躲進房子裡面，可是他看不到外面，他用窗簾就有那種方法，就看得到老闆看唔到地闆，唔會俾人投入國家，有這種方法，佢我做一個唔會變一批，這個農業社會就是在那個情形之下，就是這麼樣的滋長起來的。師傅，徒弟來了。好啊，我學教人學啊，教人鋪竹嘅啊。好。要竹嘅都白片的，細片的。用白的，因為竹嘅它有個性，也會照它的那個形狀這樣撕開來。跟着它的纖維走。對，不能用刀，用刀的話它的個性顯現不出來。要輕輕的，它就可以把它拿開來了。係啊，因為一刀嘅嚇是怪利啊，一般的人啊嚇，我唔敢用啦，因為按利嘅刀一下，買一束嚇已經嗰度傷口嘅，我又不能戴手套，唔可以戴，因為我們要摸那個竹子，它的厚度、厚薄都要自己去學，手套戴着就感覺不出來啦。剖時要很小心，很小心。因為它竹子它本身就有它個性啊，現在給它個性，睇到而家個性嚟嚇。它一般嚟講嚇，竹嘅可以分到兩片，兩嗰啲剖兩層，個盤咧可以剖3層。篤啊係，用那個力量係篤啊。哦，有了，有嗎？哈，有了，就感覺到抓到要領了。有了。哎，對，你不能夠偏，也不能夠給它歪掉，你就抓緊，讓它固定垂直，推得過去，用推得過去就好了。真的刀是沒有去切到竹子。對，如果用牙給刀位，手不要太遠。對，不能太遠，就慢慢的把它推開，推，就輕輕的推。對。哇！你看就跑掉了。歪去哪裡了？就是因為你離得太遠，還是感覺到啦。體量要2-3架仲好，這個可以，這個撲勇敢講話，東西絕對比人個難。因為做乜個東西嚇，我哋做盡善盡美，唔係像人個，既然做，你要做個好啊，一掛門入掛2-3年，因為1-2年都跳下嘅，有啲人米條去買糧，這個料嘅保存起來，安尼，佢都安尼呀。也會會什麼的也好，破壞嘅，什麼的破壞也好，也要推輕軌也好，再重新結合回去。而編織的時候要重新整個排列組合，完全照它的竹子的位置，重新再編做轉型。安尼那我鬧。嗰時候加泰國人就有啲咩？係有條全部係做好馬嘛，做好馬，所以講而家都係托轉型人來嘅，托嘅方法嚇，因為依啲竹啊，一定要打開來，打開來時我哋來托安尼竹咩的嚇，這樣嚟找它的那個號碼，1、2，它有寫1，這個1就是1的，2就是2的，呀，找貨都會照這個原來的位置重新再排回去，當你找貨的時候都會
都开始编织的。编的时间的好，那就因为要很普通的面的，普通的面的它有足骨跟足皮参差在一起，啊，这就不一样。所以它编的时候就这样子，要把它那个位置抓准，然后右进左出，右进左出，右进左出这样算。右进左，蛮重呢，会重哦哈，蛮重哦，有重量哦，有重量才会那个啊，才会紧啊，左出，才会紧。嗰種一定學嘅也好，老人家人傳承啊下來啊，你技術好，是才蠻容易啊哈。按來學來用心嚟學啦。千錘的力量。可以人家稍微綁個痕啊，都唔會就會個結實，唔會呢，好像不結實，鬆鬆垮垮的那種感覺。會快學冇？你看到你會快學？我這都冇按過好呢。看到冇嘛？但是這個要這樣子摸下來要，哇，它是平的，其實需要一點感覺。對，就是你要用平常的那種。touch 的那種味道，你要像你描起來你怪偏，唔好管你用手一描，我感覺到你初學者一做好這個，還裹裹呆呆，因為你這樣摸起來就很偏整，不一樣哈，真正的啊不一樣哈，感覺起來這個就很平，一個很平面的感覺，因為我們編織的當中呢，我們就用手去感覺了，把感覺把它弄在一個水平面上。這都是要技術啊，這是慢慢的學。今日做嘅這麼年嘅時間啦，因為我了解真的不太稱職的學徒、初學者，就李大哥佢做一片，我做一片嘛，佢可能打10條線，我打2條線。但係到過程呢，李大哥佢引導我講，我用手去描佢，我用手去感覺佢。其實我知道講美感了的東西啊。也就會按你嘅五感，就是嗅覺、視覺、觸覺、味覺，不論你吃到咁爽爽，讓你感覺舒服的東西，你就會覺得那東西係講嘅。做嘅係一種動硬嘅東西，但係師傅教嘅手就會本做嘅變到動腰、動細緻嘅一種無窮樣，一種無窮樣嘅一種材質。師傅佢很講究那個。做嘅本身嘅性格，你底會尋到一種韻律的美感。泰國料。上色橄油要從上面往下，或者下面往上？下面往上。哦，下面往上。油漆它是往下墜。哦。像這樣子，多一點沒有關係，多一點下去，讓慢慢的，這樣子，會快一點。好，這樣子有沒有？它就比較快，不用一直粘，不用去擔心。以前我也是彩繪的時候，會學彩繪的時候，很小心的，要很小心。可是後面發現啊，太小心也不行，要大膽一點。太小心好像就大膽一點就自然一點。對，大膽一點比較有生命力。啊，對。所以很多人太過於框住了不好。我今日都好有一個感覺，就係感覺你學種嘅美學啊，一聽就會懂內斂，很內斂，懂樸素，懂樸實，懂疊群成範。不過聽聽師傅嘅安尼一筆一筆把給他鳳求凰給他塗嘅時節啦，師傅引導我講大膽一點，一筆落，唔是講。這種時間，我當感覺到哇，我們客家的這種冒險精神，去表現到地方大膽一點。包括師傅佢用這種兩種色，除了線稿以外，佢用台風色、臭牆色，
他就会单枪就用两种色，他就要画出一幅画面，就是跟唔係講嘛，該栩栩如生這麼樣平常的一種形容詞，跟係講那種非常飽和的顏色，會帶出來一種當側腳就不能感覺這個圖面是活跳跳的，具有生命力。加上師傅給引導來講，大膽一點，不要怕錯，你就不用數吧落去，人家大鳳凰給就活起來了。一天嘅時間，有山當流下來嘅水，嗰種唔夠水呢片有準呢，做得灌溉，有準呢，做得澆水，做得釣魚嘅。寒天嘅時間呢，山當下冇水流下來，嗰種就會自然的湧泉。但出到講，唔夠水嘅片流下來，按到嘅火風，按到嘅落霧，但係落霧其實呢，了大背嘅山呢，了大背嘅水，向下頭去，他們好像是。向下刺眼嘅一個韻律，就講春夏秋冬安尼個時間安尼流過去，那個整個的呼吸聲量都會向下嘅。你媽頭啲中度散步嘅時間啦，躺到，中度應該冇安尼嘅聲啊，躺到嘰嘰嘅聲音都有發力啦，就行過去看。後面呢，原來係沙琪地度嘅裝批，做嘅學大志嘅，嗰個片嘅欣賞呀，挺好挺歡迎啊！你嗰個我就講嘢去向下同樂了。1、2、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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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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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唔够水嘅片沙器嘅装皮啊，按有发力，啲嘅就会学打击乐，学无同样嘅乐器。甚至夹到苏风拿嘅乐器啊，又夹到自家做嘅，我坐啲夹到同行停定學嘅時間啊，我睇到講哇，其實嘅節奏啊，線上現場編出來嘅節奏，搭沙分組無同樣嘅組，其實嘅冇按怪學呢，對我來講，不過停定夾到啊，就睇到講哇，搭上嘅面孔都會笑容啊，搭上嘅都會動有發力，唔係講。你知道講人退休咧，人有一定的年紀咧，都冇法度做乜嘅事情，但係啲嘅片係知道講，哇，那個是源源不絕的活力。台灣我都唔知講，屏東嘅火車頭前就有安用一間大和旅社，你喺我第一擺看到兩間麗莎，雖然講佢啲下行啲嘅漲，行啲嘅整修，但係行入去地步，減少佢規則嘅空間，就會睇到講兩間建築物佢唔係講我一般。所有嘅人都啲愛啲兩片，不是那一種張狂張揚的，也非常內斂、圓融的。台牌也係，個台牌唔係單槍就按的哦，就你去看佢嘅細部嘅時間啦。這樣子下來，平常時間呢個台牌係上咗按的，但係呢佢接下來嘅時間呢，在這個地方，他做了一個內數，包括講佢兩間麗莎棟多嘅床呢。高的一個比例的窗戶，這是一種非常優雅的比例。加下多咧，一直都會講優雅這件事情啊。看兩種嘅建築物，做得對棟細嘅地方，去發現到佢嘅細節的講究，還有
比例上的美感均衡。大哥你好，你好，你在做什么？我在铺设黑瓦，可以上去看吗？可以啊，请戴工程帽，然后慢慢走上来。好。大哥，这个瓦片是很特别，我觉得不常看到颜色是。这个是我们那个台湾很少人在用的黑瓦，很少人在对用，所以这这个是个瓦片不是台湾的瓦片。不是，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哇，在日本的古迹跟老屋都是用这种瓦。这个瓦有什么特色？这个瓦哦，它除了是日本的一种象征性的那种代表以外，这是属于银熏瓦。他们它银熏瓦，的名字叫银熏瓦，那是因为它本身的颜色是银色吗？对，是亮银色的。它受到太阳照射的时候会产生特别的显眼，好，会有一种很亮丽的颜色出来。它跟我们台湾我们常见那一种比较薄的素烧的那一种红瓦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台湾的那一种红瓦哦，是因为代表着我们的传统习俗。这一栋是因为它是日本的日式建筑，所以我们才会用日本的材料。如果我们今天修的是台湾的房子的话，我们一样是用红瓦。用台湾的材料。对对对，比较能衬托出它完整的那种韵味。来，小心哦。好。很烫手，所以这个要来我帮你封起来，你只要砍进去就好了。把它牵进去，然后这里有那个沟槽。对，这样子 OK。好。哎，这边这样子它有卡住吗？没有，来。看一下 OK 好。OK。然后对着倒，进去锁。好，把它转下去。对。如果是大太阳下面工作的话，是很辛苦的。很流嘛，好。T100宽的瓦质感这么暗、优秀、这么细腻的那一种瓦片，特别盆，拿起来特别重，佮名起来嘅感覺，拿啲數控嘅感覺，嗰種重量感，每本車都講叫一種懂穩重嘅一種美感的底度。做埋一定要用呢種瓦來裝兩件木，佢就本來感受到哇，因為兩瓦就係兩件木嘅一部分，係類似一種堅持。这边旅馆里面以前还有冰果室，有冰果室，是的，还有一些那个小吃部。以前哦，冰果室就归类为小吃部嘛，然后还有提供一些休闲娱乐的场所，功能性相当多啦。所以它其实，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它相当于是大饭店。对，没错，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饭店。这一栋以前住宿相当的贵。哇，所以它是豪华大旅社。是的，一定要达官贵人才能够住在这里。大概10年前，那个店面全部都是租给人家的，除了2楼、3楼以外啦，1楼店面等于都是租给一些那个商家哦，做那个店面的使用，像眼镜行、服饰店都有。那个时候你经过看到那一些店面，你有特别去留意到这栋房子它看起来好像比较特别，跟其他地方的房子不太一样？完全不会，因为以前这边的2、3楼全部都被电视布幕，还有一些帆布，招牌，招牌全部都掩埋起来了，所以你看不到里面真实的那种内在。所以这个外观哦，是我们很重视的，不要做特别的点缀。也不要让那个招牌林立的那种空间啊，遮蔽掉这一个应该有的这个面貌。每一样东西都有关系到艺术或者是美感上的调整，所以每一个东西做这种建筑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当有耐心。每一样东西就算是几公分，你都要锱铢必较，能够很有耐心的讨论，呈现出最好的效果。王泰國人來講呢，想要看瓦，啲南部還有一個地方來做得起，自家看，甚至講做得自家吃做看呢，也就是瓦，我用萬人來做。李大哥，哎，今天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土开始来玩，来认识
那我妈妈刚好在做过多滴水，她在用粘土开始压模，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怎么去做。从压模开始学。对，是。 OK， 好，走。在过去的时候，其实瓦窑是一个最重要的建材了。因为当然过去因为房子就是茅草屋嘛，不然就是一些竹编的房子。其实瓦窑来说，在所有房子比较起来，它是比较坚固的。外观当然是最好看了，因为它有一个弧度嘛，那又是红瓦片，那又配上一些白墙啊，还有一些绿釉的上釉的一些花窗啊，场景是非常漂亮的了。 你妈妈现在我这个土这样子一团，我要尽量靠近这个形状。这个石膏模就是专门用来做，就是压土成型。对。哦，那上面这个是什么字啊？很漂亮，福禄寿的寿。整好之后就放下去。对。啊，放下去之后呢？用锤子敲。好。不要敲到模子。大哥，你有敲过手吗？今日看到你妈妈都在做嘅桥头嘅佢背後有一隻結構係做的用來做固定的。那看到佢用嘅悠悠的這種刮刀，刮出痕跡、刮粗糙了之後呢，再用奶團撈水，將另外一隻細啲嘅東西染上去。染上去，嘅其實咧幾隻過程呢？ 底部有動到清幽嘅拱，那個圖像嘅那種量形係用模具石膏模壓出來的，但係大條量嘅面啊，都有時擺無同樣，呢都係手工無法取代嘅一種美感。那現在這個敲好了，要怎麼拿起來？好。像剛才這樣吹啊。 從旁邊這裡吹。好，我試試看啊。對對，這樣子，好，起來了，不錯呢。首先係有奶加水，然後佢變成奶團，用奶、水、風這四種元素。 來做一個物質上面的轉化，那就會一種點石成金。師傅，我可以幫忙嗎？可以啊，大家對手稍微燙哦。好。小時候。 我阿公、我伯公他都帶我去看火了，因為瓦窑其實它重點在於有沒有燒熟透，是要去管理它的速度，也要看它的火色夠不夠紅透、清澈。所以其實我們每個晚上，我伯公他都帶我出來看這個火，其實也有點在傳承的意義了。 今日啲瓦窑廠啲都瓦窑行業批一種頭擺咧用嘅太專業，太嘅窑啊，佢要燒嘅時間非常嘅長，還有佢要準備材料，佢啲要一擺做得貼25萬的磚嘅，準備材料都燒出來可能要8、9年，當久嘅時間，嗰時咧太窑都冇買嚟用嘅，但係。 在退休之前呢，佢也用嘅可能40、50年、50、60年嘅時間。行業批嘅時間啊，看到嘅白風，幾隻白風全部都係時間老火淬煉過的痕跡。每次都這種看到貢獻見到面當嘅時間，我有一種時間停下來咧。 頭戲嘅間隔呀來場咧，非常舒緩的一種美。南方所過海上，
南風啊，索到海上，海水聲聲。行出竹田茶頭呢，看到2件新的咖啡店。行一批以後，真的是感覺到 surprise。新的東西底都含有 Q 的米絲，我就想到底裡無貨房，這真是係一種完全原汁原味的一個環境。但係第一個片也有看到落實嘅東西用板本意留下來，用板來保存。等等阿邊。去掌握當等等，你睇過來學做了中文臉，就看到安尼傳統嘅東西，還係有人按用心，100%，簡直是一種愛情，想要去保留安尼 Q 的價值 ，Q 的一種味道。兩種味道就講，兩下人可能有很較好嘅選擇，很較假嘅選擇，很較新嘅選擇，但係。有人老了 Q 的東西留下來，那就像個生物多樣性同樣，在美學上也是有多樣性的。方面啲大和旅社呢，讀到鳳太高，佢講2件麗莎我用 Q 的方式來裝佢，輕量疊裙頭擺去2件旅社嘅時間，就會講哦，因為係日本人做嘅麗莎做嘅建築，故所你用日本嘅材料來修理佢。真是係一種從靈魂上、從精神上都想要去貼近佢本來嘅用心。佢想要做到2件事情，需要嘛干呢？需要唔含前面到嘅 Q 式嘅材料。故所幫派個包面就人來講，做得去三河話要去看 Q 式嘅牙，2下還有人繼續做。係講2下冇2件牙有創咧，可能阿邊叫我掌握佢就全部都牙咧。可能天天的那種暗漿的風傳式嘅牙，可能就會啲貨房落檔，天天的就看唔到。但希望就會美好啲嘅東西，啲台灣有動到嘅多樣性，做到現在。天作家務就係人鋪夢嘅素材。用一袋磚的一塊瓦來搭起，本人做的啲地度披風帶衣嘅素材。行義講木卡，做啱呢有人行香，全部呢有人掂貨嘅木爭很多架。每一件木有人啲地度成法就係架，每一張木卡都有佢自家親貼片、親講嘅生命。